徵信查詢次數多到影響到貸款，你咪忍手半年唔好點任何連結或者軟件咪得咯。你又偏唔係，居然識得去銀行機打一份長版嘅徵信報告，跟住呢，翻到最後2-3頁揾到查詢記錄板塊喺度，你會見到查詢機構嘅名，跟住掟去豆包問佢哋要呢個客服電話，直接打去轉人工，要求佢哋刪除呢條查詢記錄。呢個時候正常對方咧都用啲專業嘅術語同你兜圈啊，搞唔掂你咪放棄算咯。你又偏唔制，居然知道12378呢個號碼，人哋打半日打唔通就算啦，你就叻仔到識得錯峰，專揀上午11點半或者下午4點半打。投訴嘅時候半句廢話都冇，直接講係自己唔知情嘅情況下被營銷短信嘅連接誤導申請嘅。搞到而家查詢過多，影響到自己正常嘅房貸車貸審批。當然啦，你知道咁做，你就知道嗰啲所謂嘅一鍵刪除不良查詢係啲黑中介水啲冇金融常識嘅人嘅套路嚟啫。正規嘅渠道根本唔使你花1分錢。如果係自己正常嘅徵信查詢記錄，比如你自己親身授權嘅申請貸款、信用卡、機構依法合規查嘅記錄，係冇得隨便刪除嘅。會喺你嘅徵信報告保留一段時間，2年之後就會自動消失啦。到底係邊個教你識咁多呢啲銀行都唔會同你講嘅技巧呢？仲唔點個關注支持下佢？記得點讚關注哦！